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天馬行空星座 Top 3。第一名水瓶座，第二名雙魚座，第3名射手座。第一名水瓶座，天馬行空指數98分。水瓶嘅諗法總係會出人意表，好多觀點都好難用常理去理解。人哋眼中嘅正常做法，喺佢嘅角度未必成立，而且仲會提出完全唔同嘅理解，方向往往都令人意想不到。個腦入面成日都會出埋一啲奇特嘅構想，令人一時之間都好難明白。第二名雙魚座，天馬行空指數95分。雙魚成日會將想象當成係現實，做嘢好多時都唔跟邏輯同埋規則，總係想用浪漫嘅方式去解決問題。佢哋提出嘅計劃好多時都太過理想化，亦都好相信自己心入面嘅藍圖。無論環境係點，都會想去試下。行動好多時都被想象去帶動，到頭來反而同現實越嚟越遠。第三名射手座，天馬行空指數88分。射手嘅思考通常都會由現實出發，但好快就會一路延伸去到好遠。原本合理嘅一個方向，好容易就會被佢哋放大成更大嘅構想。各種可能性會不斷咁展開，但係就未必會優先考慮過實際性。思緒好容易愈走就愈遠，不知不覺間就會脫離咗現實。唔知你又係唔係天馬行空一族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